人顶住，美容桑上累。哎呀娘，你上来得再得啦！哎呀喂，美女单说。我跟你讲，美容我基本上这个侪是看不进来的，就在为之亲来，我好出去的。开始啊！我随便，我觉得一些来家来里向来靠。哦耶！耶！好漂亮，好幸福。谁地不不来，先上菜不等，为啥？我要唱了。你到哪才发拍摄一个啦哈？哎呀，总算下去休息去。哎，他可以看你的真人。那个麦子再到我去陪，啥也是呕出来的。麦子，你到两年没想个，你水脱30斤谁是呢？那年底你才来拍债了哈？好了，还有，我还在吃娘，还在吃娘，比楼层布丁，秀色可餐哇！小妹姐，今天跟着你又要开洋荤了哦。这是我们家乡的味道啊！不是洋荤啊，是肉的啦。布丁嘛，总归拿管，你怎么比女拿着玩？四高片，哎，欢欢四高片，不片嘞。不是四高片旁边我有芹菜嘞，2个四高片配了一点定身干啊，翻个烧个娘哇哈！哎呦，手拾大粥，比大于潘玉玲的海球啊哈！葱鱼饼哦，这个我们就来再讲个汤喽，那个我专门为你的一个青丝女记。你没10位是粉丝才没获得的，你花点钱呢？我只希望好也粉丝的，你没10位粉丝没人毛呀，我是1位粉丝也没人毛呀。快点吃呢，快点吃呢！啊对了，那个糖粥一般来讲真的没获得的。那个糖粥经常和那个也用，基本上分高糖。根本你吃第一个过。所以我准备报了比浪仔。这个是我们的苏州头条。现在吃鱼的抖音公仔微博，那他爹王个鸡蛋的。繁花的吃法。哎，你都得买我的称流量个吧？哎，我呀，你肯定你吃它啥？你啥动作夸大了呢？我会是吃蚂蚁呛的了。哎，俺的大水个家。哎，我来。肉锅饭。不是重庆，重庆，上个笼子重庆着呢。还吃饭？哎，你在为海了，冲香。我当然跟我出来吃，跟来你混，你非讲混呢？自然工作啊，革命工作。哎，现在一顿饭是来高的嘞，863块，臭！我到正过来，等我63，现在几岁？ 55。